点燃儿时的回忆，用竹子打造超酷弹弓。首先，制作弹弓一定要选对方式，才能离成功越来越近。今天制作的是一把男人梦寐以求的顶级玩具，也是我见过最精致、最简单的弹弓。废话不多说，直接上教程，一定要仔细观看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点赞收藏，避免想看的时候又找不到了。看到这里的老铁手机还有电的话，麻烦动动你发财的小手，为农村大叔这手艺点个免费的小星星，支持和鼓励一下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哦。下期继续分享更多精彩内容。